伊来讲，这阿公阿嬷真正在感受到社会温暖。啊，过来为了要和这个机能的课程结合到日常的生活，大家高中今年特别带头一届32位美工科的学生，用将近1个月时间，和每一个学生试看卖，为家己做一个粗灰啊碗，甲一箱猪。最后这2件作品，佫会使伫学校应用午餐的时摕来用，咱这个体验嘛，或者同学感觉真有成就感。学生囡仔排队等要底饭，不过详细一看，这个碗拢是大甲高中美工科学生的心血，顶悬的色水拢真特别，连食饭的猪嘛拢是家己手工做的，嘛互这顿伫校园内底食的中昼顿变甲更较有意义。实际操作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有点困难，尤其是配柚料的时候，就是很多就是一定要配准，不然就会就是颜色可能就会怪怪的。平常都是去外面买，就简单这样买过去而已。我们柚料配出来的时候啊，所有的化石都加在一起，都是白色的，但每个人烧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大家高中今年特别带头一届32位美工科的学生，用要1个月的时间教学生来做碗，而且佫用无同比例的碗药，经过高温烧过了后，变做无同色水的碗。猪嘛是家己用无同手做机卡所做出来的。其实他们要学会扣重，还有学习观察这个小数点，因为他们可能要把一个重量百分比变成1000倍的百分比，让学生透过自己的动手做，能够做出一个吃完，还有一双筷子，在他们的午餐用餐的过程当中，能够感受到美学。透过手作课程，除了互美工科的学生体验创作的重要性，嘛会当帮助因培养美学素养。期待透过整合运用，互技能教育会使体现伫日常生活当中。